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3月22号。今日我伫高雄德和教会伫遮甲大家相共分享。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9节到16节，以赛亚书第43章第8节到13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10节。今日要甲大家相共分享的主题是真做见证。最近牧师教我一个月生咧讲到健康检查，因为伊伫病院工作，当然讲到即个健康检查的种类。最近台湾伫20年来，伫即个健康检查的概念，也是讲即个健康检查的即个设计，拢较有调整。换真侪公司会提供员工做较完整的健康检查，提供补助。当然，这个包括伫咧看讲你检查到什么程度，来看这个经费，甲必要性，甲检查的这个整个的历史，来做计划吼。一般的健康检查分别有像讲抽血啦，上基本的啦也是讲要考驾照的迄种的还是讲要即个去找头路的基本的健康检查，证明讲本人即个有工作能力就会使健康检查亲像一个通看去的见证，来证明即个人是毋是耳孔听会着啦，还是目睭看会着啦，等等遮的吼。伫以赛亚书43章第8节的经文咧讲到讲，因有耳孔却看袂着，因有目睭看袂着，因有耳孔却听袂着。这个对于健康检查的角度来讲，就是讲无合格啦吼。求职有可能真有困难吼，就是讲上帝面头前，咱若准无法度摕出一个信用好的健康检查的时阵，那安尼咱的基督徒伫世界的见证就有问题。如果咱信靠上帝，咱对上帝有信心，活出的生命到底是有见证无？是互人感受会到无？咱活出来亲像迄个无听见上帝的命令，也无遵照上帝的命令，只意过生活的人，那安尼咱有甚物款教义的见证？咱会当做什么见证呢？以赛亚先知安尼来传达上帝的话，讲耶和华讲，恁是我的见证，是我所行的路谱，互恁知来信我，佮明白我就是耶和华。伫我大声无受造的上帝，伫我以后也无，只有我是耶和华。伫我以外无有别个救主。我捌指示，我捌拯救，我捌光明。佮伫恁中间无有别样的上帝，所以耶和华讲，恁是我的见证，我就是上帝。对有日子以来，我就是耶和华，无一个会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要行的代志，之最的阻止安尼伫先知以赛亚所咧讲的，咱要来思考，到底是甚物是见证？要安怎来见证？我也是为伊来拯救的这个耶和华上帝啦吼，就是要互人看会着、听会着、体验会着的事实。牧师最近的这个体验啦吼，伫美国启程转来伫台湾，伫进前伫这个 Facebook 中间有看到一个称作COVID-19 的自救会的台湾社团。伫迄中间会当看到足侪人有实际经验的分享，有诶是袂歹，但是有诶一寡拢伫迄个所在咧抱怨吼。但是有一寡朋友忽略台湾国内有侪无共款的县市，因的规定甲因会当补助的拢无啥共款，所以嘛造成一寡人会用比较的心来做无必要的批评。另外看到讲一寡人咧谈论着讲2礼拜的即个饭店内底的隔离，佮爱加7天的自我的健康的即个检验吼，
因感觉讲这是了时间的吼，所以有一寡人伫发表的中间有一寡情绪的负面的即种情绪伫内底。牧师伫要出发进前，家己做一个决定，就是讲要来体验一个无共款、积极、甲正向、喜乐、甲有意思。是毋是决定讲要借着即个机会来减重有即个决心啦吼。有一寡朋友听着就讲无可能啦，足侪人吼伫迄个关伫即个隔离的饭店内底吼，拢嘛是食甲足大块无通叮当说甲经安尼尔吼。但是嘛有真侪朋友透过牧师伫Facebook 的分享顶悬见证了牧师的决心甲我的执行所以这是一个信用实践的一个真重要的部分。咱有想法，咱有决志，咱是毋是有法度付出行动？实际付出行动，好好来安排所有的活动实践来做，然后才有迄个成果啦以赛亚书43章的经文安尼讲着，讲以色列人恁是我的见证人。我选恁做我的奴仆，因为恁捌我，相信我，知影我是唯一的上帝，就是咱拄则所读的这个经文中间。所以咱要成做上帝的见证人，就是要互人透过咱来去看见，来去听见，上帝是实在存在的。咱会通活出一个无共款的生命，互人来见证。所以，人透过咱的生活来见证，讲咱所讲的是真实的，咱后壁看袂到的上帝是真实的，只有伊是咱唯一的救主，别个无真救。所以，佮该邀请咱来思考，伫咱的生活中间有一寡代志，那咱是毋是安尼决志了无法度执行？比如讲，有个人讲我今年要来读圣经。读到遐无聊的时阵，伊就开始拄久然后就放弃是毋是咱有真侪代志，咱想但是咱无法度决志，无法度来执行。咱要安怎做，才有法度来成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者，互人体验着讲，咱有信心，而且咱的信心是即个唯一的救主，充满救恩的基督。咱成做迄个生命中间充满救恩的基督徒呢。所以要请咱来思考，什么代志是咱过去决志，但是做无到，咱搁一摆来执行，成做好的见证者。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3月22号。今天的地点是在高雄的德和教会我来这个地方拜访牧师，就用他们的礼拜堂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9节到16节，以赛亚书43章8到13节，彼得前书2章4到1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成为见证。最近在跟我的一位外甥谈到这个健康检查，因为他在医院工作那就提到了健检的种类特别这是最近几十年来台湾对于健康检查的概念也比较能够接受。那有些公司行号或是机关他们就会提供员工的一些比较完整的这种健检甚至补助，当然也要看公司给的经费啦必要性健康检查的这个范畴来定夺一般的检查也有非常简单的，就是几样的简单的测试，也有抽血的。那抽血当然有分程度，那有些比如说要考驾照或是简单的求职的基本健检证明本人有工作能力大概是这样子的标准。那健检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看得见的见证，来证明这个人的健康达到某个程度的标准，比如说他有眼睛是看得到的，他有耳朵是听得见的，等等的这样的标准
以赛亚书43章第8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有眼睛却看不到，他们有耳朵却不能听。这从健康检查的角度来说嘛，这是就明显的不合格哈。求职可能就是有一点困难的，特别是你的工作有这样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如果拿不出是一个好的信仰的，或是说信心的见检报告的时候，那么基督徒在世界上的见证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是信靠上帝的，我们是对上帝说我们有信心的，那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有见证，或者说我们活出的根本就是像是没有听见上帝命令的一个人，我们完全没有遵照上帝命令的旨意过生活的人，那我们有什么东西能够来见证主，见证我们是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在以赛亚先知的他所传递的上帝的话语的当中，他这样说：以色列人啊，你们是我的见证人，我选你们做我的仆人，使你们认识我，相信我，知道我是唯一的上帝，除了我没有别的上帝，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唯有我是上主，唯有我是你们的救主。我向你们宣告将要发生的事，我来帮助你们。没有一国的神明做过这样的事，你们是我的见证人。我是上帝，永远的上帝，没有人能够逃脱我的掌握，没有人能够改变我的作为。OK， 那很清楚的，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是见证？什么是让人家看得到、听得到、体验得到的事实？对于救恩。最近呢，牧师自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就是说，当我还没回来台湾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就看到有这样脸书 Facebook 有一个名称称为这个 COVID-19 的自救会的一个台湾社团，在这个当中可以看到许多人在实际的经验分享当中有一些非常好的经验，可是有一大部分是一些抱怨文。这些朋友忽略了台湾不同县市防疫的标准，或是他们的补助经费的不同，所以他们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哈。那因此也造成许多人在这个拿到的东西之后，有一些不必要的比较啦、批评啦。那另外也看到许多人谈论比如说这个两个礼拜的这个隔离呀，饭店的隔离呀。那在这个几坪大的房间里面呢，就很多有这个负面情绪的宣泄啦等等的。牧师在启程离开美国回到台湾之前，就下定主意要体验一个比较不同的积极的、正向的、喜乐的、有意识的，甚至决定借此机会来看看能不能减重有这样的决心。那有些朋友听到牧师的想法，就抱持的一些质疑的态度，就说大家都在那个地方，空间很小又照三餐吃一定会肥的啦不可能瘦了那后来就许多朋友透过牧师每天在脸书的分享，见证到牧师的用心、决心跟执行。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实践方式之一了也就是说，唯有透过实际付出行动，好好安排所有的活动，然后呢决心去实践的人才能够有成果。就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以赛亚书43章的经文，先知这样提醒的：以色列人啊，你们是我的证人，因为上帝拣选我们成为他的仆人，要成为见证人，来证明他是唯一的救主，除了他没有别的上帝，过去没有，将来不会有。这个非常清楚的，基督徒就是要努力的执行，成为上帝的见证，来见证他是唯一的救主。如果有这样子的能力，有这样的行为，我们才能见证主是唯一的上帝。我们必须要有信心，我们必须要信靠上帝，成为好的见证，让人
所有的人，周遭的人，能够透过我们的生活来见证上帝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别无拯救。最后，牧师还是要一样，请大家一起来思考，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是决定了我们觉志了，却常常无法做到的。比如说，有些人觉志要读经，可是碰到无聊的事，读经文之后又失败了，或是有哪一些事情我们常常会放弃的。我们要如何做才能成为美好的见证？我们要如何让觉志成为一个行动力？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哪一些事情值得我们再一次学习执行的？盼望让我们透过我们的执行力，让人家体验到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所相信的是永恒的救主，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拯救。让人家知道我们是有信心、充满救恩的基督徒。愿上帝帮助我们。